我的事務所主持陳心怡。1834204，如果你咧都想令到自己咧比身邊同齡嘅朋友咧，我哋衰老得慢一啲，點解要咁講呢？就因為都希望自己嘅生活質素可以提升啦。成日都話咧，個人咧即係感覺上面青春啲、活力啲，甚至乎身體機能上面真係有呢一個反應嘅時候咧，生活嘅素質就自然會提升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呢一方面都想問到我哋嘅皮膚科醫生黃國豪醫生嘅話咧，都可以打嚟1834204先作登記啦。至於方法真係有好多嘅，又或者我哋講緊呢一個醫療上面嘅技術咧。黃醫生今日就會同我哋講下咧細胞嘅療法。咁頭先提到啦，個原理就有呢個維修同埋再生啦。咁其實呢種療法咧，即係我哋即係要揾翻嗰個起源咧。咁其實已經有幾耐時間，又或者其實喺邊方面個最顯著咧，喺我哋身體機能上高睇得到嘅時候。嗱，咁呢個起源咧就要講翻大概80年前到開始咧，就喺呢個瑞士咧有一位醫生叫做 Dr. Nihans。咁呢位醫生咧當時咧就去用呢個細胞療法咧，就通常佢就會用一啲動物性嘅細胞嚟到去治療一啲人嘅衰老或者衰退嘅病啦。咁當年佢嘅知名嘅人用過呢個細胞療法咧，就包括咗呢個查理卓別靈啊，同埋咧就當年嘅一個荷蘭嘅女王。咁亦都係曾經會用過呢種方法去做一啲抗衰老啊，或者係治療一啲老化嘅病引起嘅問題嘅。咁佢去用呢個嘅細胞療法咧，全部咧都係用一啲嘅動物性。咁如果係大家比較熟悉啲咧，會知道或者聽過嘅咧，就係呢個胎盤嘅療法。咁其實胎盤嘅療法咧，就亦都係細胞療法嘅一種啦。咁我哋熟悉其實胎盤咧，就無論我哋中國歷史啊，或者係去到古埃及咧，都有咁嘅歷史咧，係曾經係被用嚟做一啲嘅所謂抗衰老啊，或者係令至到個人皮膚後生啲嘅方法啦。咁其實胎盤係一個療法係咩一回事咧？咁其實胎盤裏邊咧就有好多嘅生長因子啦，同埋亦都有一啲嘅個胎盤細胞分泌出嚟嘅物質，而呢啲物質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功效咧，就係喺個皮膚上咧，佢會有一啲嘅令到個皮膚年輕化嘅方法嘅。咁而呢啲方法咧，就點解佢入於呢個細胞療法咧？就係佢同一個原理啦，就令至到佢受傷嘅皮膚細胞咧就得以復原，同埋咧佢會激活一啲新嘅皮膚細胞出嚟，咁變咗咧你嗰個皮膚嘅更新嘅速度，有啲新嘅細胞取代咗啲舊嘅老化嘅細胞咧，咁當然皮膚就會後生咗咯。嗱，當然啦，即係如果以我哋咧常人嚟講比較容易啲理解咧，又睇下黃醫生講，覺得陳心怡有冇講錯咧？就係譬如好似我哋講緊胎盤咧，無論動物好人都好啦，咁就係孕育一個新生命嘅一個地方嚟噶嘛。咁當然佢咧就要孕育嘅時候咧，自然有好多即係好嘅生長因子啦，又或者你話有啲嘅元素啦。咁如果我哋可以用科技，用一個醫學嘅科技咧，即係提煉佢出嚟嘅時候咧，咦原來擺落去咧，我哋即係現有譬如我哋嘅成年人上高，咁可以有個效果啊，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其實都想問到咧，即係黃醫生多一啲啦，係啦，胎盤素我哋成日都聽啦。咁其實即係點樣提煉嘅咧？即係其實個胎盤係嗰個新生命已經即係離開咗個母體啦，先至去再攞翻嗰啲因子，仍然喺度啊？定係我哋會點樣可以提煉到出嚟？又或者點樣可以擺翻落我哋？譬如我哋先講啦，當我哋成年人先啦，即係成年人嘅身上邊，而佢可以攞到個效果出嚟嘅咧，黃醫生。提煉嘅方法咧就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技術嘅。咁總括嚟講咧就會分類咗係有兩類嘅方法啦，一個就用冷卻嘅方法，一個咧就用一個高溫處理嘅方法。咁兩個目的咧都係希望達至到一個將所有嘅細菌啊或者係過濾性病毒咧去清除。咁仲有第三個最新嘅近年有一種方法咧，就係將個胎盤咧去隔瘤。隔瘤咧就用一啲好細嘅隔瘤嘅方法咧，就細到咧就連所有嘅過濾性病毒都過唔到啊！咁變咗咧，當你個隔瘤完之後咧，你就只可以將佢裏邊嘅一個生長嘅因子啊，或者係一啲激活皮膚嘅元素咧，係通過。而將所有嘅病菌咧就隔除咗。咁而呢個另一個好點解要咁樣做咧？除咗話可以隔咗啲過濾性病毒之外咧，佢另外一個好嘅方法就係話
經過隔流嘅過程咧，你譬如話搽上個皮膚度咧，佢就好容易吸收啊。因為已經細到咧，就仲細過一個納米嘅科技，咁變咗你就可以穿過個皮層咧，去做到一啲激活皮膚嘅工作。即係就咁搽上皮膚，擺喺一啲護膚品裏邊，都已經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如果有呢一個科技嘅話，有呢個科技係嘅。咁但係通常而家呢啲科技咧，佢都唔係擺喺護膚品嗰度，而係會係有一啲嘅，即係所謂好似啲精華素咁樣啦，咁搽上去。咁呢個係一啲比較新嘅科學嘅方法去處理呢個胎盤。當然啦，即係我哋話咧，喺另外一個生命裏邊咧，即係攞佢嘅因子啊，或者係啲物質咧，擺喺自己個身體裏邊，無論你話係搽定係係咪有其他方法嘅？其實我哋講緊呢啲生長因子，又或者即係講緊呢一啲嘅有用物質，即係擺喺我哋身體裏邊，除咗搽之外，仲有咩？都有嘅，可以食嘅。咁咪嗱食咧就消化咗佢咁樣，黃醫生。咁當然咧就係要嗰個製造商咧，佢有個咁樣嘅方法咧去處理咗，就要經過個胃先吸收啦。因為如果你就咁喺個胃嗰度就已經釋放晒出嚟咧，就會俾好多啲胃酸破壞咗啦。咁如果你嗰個喺個呢個啲膠囊啊或者藥丸嘅製造嘅過程裏邊咧，係去令至到佢唔會喺個胃嗰度釋放出嚟，咁通過咗去到小腸嗰度先吸收咧，咁個效果咧就都會有嘅。不過當然始終食落去咧就會慢啲咯。如果但係你去選擇嘅方法，就第一要小心，就確保嗰個質素係好啦。咁呢方面咧係啦，咁呢方面咧就好簡單嘅啫。如果你見到嘅嗰啲產品係經過呢個衛生署註冊嘅，咁起碼咧就安全好多咯。明白。咁當然啦，頭先都講過啦，80年前就已經喺瑞士開始呢一個細胞嘅療法啦。咁但係其實咧，黃醫生都有咩同陳心怡講咧，即係可能一開始嘅時間，咁當然大家都會諗，咦喺另外一個人嘅呢一個或者另外一個動物上邊嘅胎盤咧，咁用佢哋嘅呢一個物質咧，就擺喺我哋身體裏邊都會諗會唔會有排斥副作用？咁但係我哋都有個好嘅指標，咁其實喺歐盟又或者話 FDA 上高都有啲安全指標嘅喎，係咪？係啊，呢方面嘅指標咧就話，當你製造呢啲喺動物上抽取嘅物質運用喺人嘅身體裏邊咧，就會有一系列嘅安全守則嘅。咁呢啲所謂安全守則咧，就話第一咧，你個動物嘅來源咧就要清楚，即係唔係話一啲野生嘅動物啊，你係一個密室嘅環境裏邊咧去飼養嘅，咁仲要飼養咗係一段時間，咁咪觀察咗，確保呢啲動物係冇啲咩傳染性嘅病啦，咁先至可以用佢哋身體攞出嚟嘅細胞或者組織係運用喺人身體裏邊。明白。咁好啦，頭先講過有兩種方法咧，即係無論你話係一啲嘅提煉而成嘅精華素去搽喺塊面度啊，又或者係咧即係我哋話有膠囊嘅，即係將佢咧愛嚟食落肚嘅，咁樣就去令到身體吸收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種叫做反壓磁學科技，好似好勁咁樣樣。醫生，其實呢個係點樣嘅科技嚟嘅咧？其實呢個咧係一部儀器，呢個儀器咧就利用一個一個磁場啊，即係一個俗稱好似一個攝石啦，係一個磁場嘅原理啦。咁有啲似咧就係我哋用喺磁力共振啦，就用嚟一個掃描嘅機啦。咁嗰個一樣用一個磁場，不過個磁場喺嗰方面咧就應用喺一個即係去睇下一個掃描嗰個機器嗰度運用啦。咁另外咧呢個磁場嘅科技咧，亦都可以運用喺一個令到個皮膚年輕啲、後生啲。因為一個磁場咧最主要有兩個功效。第一個咧就係將譬如話你放喺個面上面嘅胎盤啦，就將佢去導入適當嘅深度個皮膚，咁而令至到呢啲可以激活到個皮膚細胞嘅元素咧，得以吸收同埋應用啦。咁另外一個方法咧，就呢個磁場嘅能量咧，亦都會透過咗呢個儀器咧，係去令至到嗰個細胞咧有一個維修更新嘅作用嘅。咁呢個就係同一般嘅激光啊、咩彩光啊、或者係其他嘅暖敷方法一個好大嘅分別喺度。咁而呢種嘅科技都係喺歐洲嗰邊咧，亦都係好盛行嘅。明白。當然啦，對呢一種嘅科技大家有興趣或者想知道多一啲嘅時候咧，都可以打嚟183